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听收看《美国之音》7月17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欣。新疆骚乱过去了1个多星期，但是当地的紧张气氛仍然一触即发，而国际社会对于骚乱的反应还没有平息。在事件之后回头来看，中国政府对这次骚乱的处理是否公正和恰当，对于中国与回教世界的关系将产生何种影响？今天我们请到2位客人就此进行讨论。他们一位是美国智库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心中美研究所副主任、前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史伯明先生 Mr. Douglas Spellman。另一位是马里兰大学美华中心主任戴博先生，他曾经在美国驻北京大使馆负责中美文化的交流。好，这个是Robert Daly，Mr. Robert Daly， 欢迎2位来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谢谢。好，我们从这个事件，中国政府对这个事件的处理的一些细节来看一下。那么，请你们2位评论几个方面。第一，就是说，我们知道在7月5号的暴乱之后呢，当时中国政府很快发布这个死亡人数，就是150多人。那么，但是他没有说明这个死亡人数的这个民族是汉族还是维族，然后呢，也没有说致死的原因。那么，你们2位对这个做法有何评论？首先，我觉得我们都应该承认，我们是对这个事件缺乏了解和信息。到现在为止，我觉得所有的中国人也好，美国人也好，很多这些情况、这些细节，我们不完全清楚啊，所以我们讨论它、分析它，我们都是有所保留啊。这个情况会继续发展下去啊。就是那个时候，他们就是说有多少死亡者，好像现在是192个吧，现在192。对，他们没有马上做出这个民族的这些分析啊。我看是能够了解的，因为那个时候如果他们从头开始强调这方面，他们就是怕那个火上加油似的，就是会起那个恶化的作用。同样的看法，我觉得是这个样子，尤其是对汉族的，因为大部分后来才知道，大部分可能是汉族的。对，假如他们宣布大部分是汉族，一定会惹这个汉族的这个报复。对，那么后来有一些报复啊，可是我觉得可能会更强烈。还有一个做法，中国政府就是说呢，在这个事件发生以后，很快就为这个事件定性，那么就说呢，这是一起由境外势力操纵的一个事件。那么，史伯明先生，您怎么看？刚才 Robert 讲的，我们也不很清楚这个是不是真相啊？我自己的想法是，主要的原因不是境外势力。境外势力，因为主要的原因呢是那边已经有一些种族这个对立的情绪嘛。那么，韶关这个事件发生，消息传到乌鲁木齐啊，大家就很紧张，更紧张就爆发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境外势力，影响不大。所以您认为中国政府从一开始就宣称这是一个境外势力操纵的事件，您认为这不是一个恰当的做法？对，我觉得这个后果会怎么样，我也不很清楚。我觉得汉族听到是外来的这个势力，他可能会更火了。所以在这方面来看呢，我觉得没有注意事啊，我觉得啊。其实到现在为止，中国当局还没有拿出任何我们可信的一些证据，证明是热比亚或者某一个人是从国外有意的惹事儿。当然，我们不能排除这个可能性，就是事情发生以前是有某一些人给别的人打电话，这个总是可能的，这个也是正常的。可是这个也并不证明是有什么外来的恐怖主义组织啊，或者那些伊斯兰教的那个激进分子等等。而且我们来分析这个事情是怎么爆发的，我们根本不需要外来的实力。对，国内的那些说种族冲突也好，说那个殖民方面的一些力量，说维吾尔族、汉族就是历来的那个不清楚的政治关系，再加上这几年来那个生气勃勃的那个经济发展，还有一些经济利益冲突，在那个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里头，维吾尔族变为少数人种，而且他们的平均收入好像现在是低于汉族的，所以这些有经济、有历史、有民族这些方面的压力，有没有那个国外来的我也不知道。可是我们不需
不需要，关系不需要，对，不需要这些。要解释这个事情，不需要这个。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也是中国政府，我们知道在去年西藏的314骚乱的时候，那么中国政府是非常的对于媒体的控制非常的严厉，那么境外的记者是不允许进入西藏进行采访。那今年中国政府采取了一些不同的做法，你们两位的评价如何？史伯明先生，我觉得这个我也想了很久啊。我觉得主要的，因为他们星期5号是星期天了，是吧？那么第二天呢，他们就请他们进来，而且特别安排他们到医院去看看这个受伤的人呢，大部分是汉族啊。对，我觉得他们目的是说，因为外面的人呢，一看到这个问题啊，一看到这个事情，以为可能是中国政府做的。对。可是，假如他们看到大部分是汉人受伤啊，觉得啊，这可能是维族的这个事情，所以可以避免谴责中国政府是这个。所以您觉得中国政府这次做的是比较明智？对，我觉得这个是不错的，比较明智，是往前走一步。可是这一步还是有一点笨手笨脚的一个步子呢，因为没有50%的言论自由。你给予50%，这些机制就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另外的一个50%，而不会听你的宣传，也不一定会信你的那个新闻那个发言人的一些话。如果你要这样做的话，那最好是给予比较绝对或者甚至越少越好的一些言论自由，要不然的话可能会起那个相反的作用。所以在这些方面，我觉得是有所进展，可是还是有点着于这方面的公共关系。但实质上，我们知道，就是虽然他让这个记者进去哈，一个是说他记者的组团是由政府组团的，还有一个受到外界关注的就是说中国第一时间就切断了手机和网络通讯，新疆地区乌鲁木齐地区的，对，所以这个对外界来说还是一种很严厉的这个新闻控制和言论信息控制，比较严厉，是的。所以这个很困，因为这一方面让这个外面的这个记者进来，可是这个本地用的这个手机什么切断了。可是事情刚发生的时候，中国当局也不清楚，他们就是不要这个事情就是扩大，是的，所以他们就是要限制所有的这些信息来往。我看是可以了解，我不是说这个做法可以理解，对的，可以理解的。可是这样做，我明白是为什么。而且那个时候，我觉得我看到很多那个美国的这些媒体的一些有关这个事件的报告，总的来讲不错。可是他们都是做一些宏观的分析，很少做这些微观的分析。就是说，很多这些死亡者也是手无寸铁的无辜的一些人民包括那个汉族，很多就是民工，他们到那个乌鲁木齐去。当然，你可以说这个是一个大倾向，就是这个乌鲁木齐的汉化的一部分。可是对于那一个人来讲，他是来谋生的，他是无辜的，所以我们不能忘记了，这些人就是给弄死的，也是个相当大的问题。我觉得美国媒体总的来讲报告不错，可是宏观的报告太多了，微观的可能是稍微小了一点儿。我们知道这个新疆事件爆发以后啊，第一时间就是说各种全世界的媒体都有报道，不过还是很难让人就是忽略的一个事实，就是说许多人把这个事情当作一个就是说中国的民族冲突，它是从一个大的一个比如说中国政府压制宗教自由或者少数民族权益这个大的框架来看这个问题。那么这个跟中国自己国内的媒体或者是中国自己本身汉人的看这个问题的角度有非常大的差异。那史伯明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我觉得你说的很对。这个外面看这个情况的框子，可能是第一，可能要怪这个中国政府啊。为什么？第一，我觉得他们回想到这个西藏的问题，那个时候中国政府的这个采取的措施是比较硬的，我觉得，所以他们以为可能还会一样的。那么更深的原因我也不完全清楚，可是我觉得这个看法是没有问题。您觉得跟中国的比如说政治体制有没有关系？也有。可是这个怎么样对付这个少数民族的问题是很复杂一个问题啊。那么比如说对这个新疆，他们也采取一些给他们优势，对吧？优惠政策，比如说要入大学。这个好像是比较容易，假如是新疆的这个学生，那么生孩子也可以生多了，是吧？所以他们也有这个措施。问题是
很显然不够，因为这个对立情绪还是存在。戴博，我觉得刚才你说这个是个非常复杂的情况。我觉得问题就在这儿总的来讲，中国政府对于少数民族的一些政策是不承认这个复杂性。对，说的实在太简单了。我们都是高高兴兴的一个大家庭，这个是否认最基本的非常民族团结等等可是他们把所谓的文化差异，就是说成都是那些表面上的装饰性的一些东西。我看中国驻英国的一个大使给欧洲就是他写了一封信是说明这些。他就是说中国有一个民歌这个是中国驻英国大使写的歌词说天山南北好牧场，风吹草低见牛羊，铺糖瓜果甜又甜，就是这样子写的。他很诗意化的一种，对，很幼稚的，很幼稚的。他是写新疆人民怎么样呢？他写这里的文化多姿多彩，人们能歌善舞，好像是汉族的非常好玩的一个宠物似的。可是他们的文化父母式的是是有限于他们这个文化。可是他们对于要享有更高度的自主权，这个好像不是他们的文化的一部分。所以我觉得相当一部分是因为中国是否认这些，所以西方人更愿意提起这些殖民问题、经济问题或者民族问题的一些冲突。我们知道在经济问题上，那么很多西方的解读，很多西方分析人士的解读，还有就是维族人自己的解读，就觉得中国是把新疆作为一个殖民地。那么中国在经济上和资源上对新疆是实行一种比较掠夺的政策。那么新疆人在经济利益方面远远落后于汉族人。那史伯明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我觉得有一点对，就是说享受这个经济成长的这个好处，对，大部分是汉族的，可是我觉得这并不是这个政策的这个政府的政策。我觉得他们也希望这个维族的人也会享受，可是维族人有很多这个问题。语言问题，比如说，不讲普通话，或者普通话没有汉人这个那么好。那么教育方面，可能这个教育水准没有那么高，所以有这么一个差异发生，这是不是这个政府的政策？我就不敢这么说。可是怎么样避免这种发展？很困难。您觉得就是说维族人，比如说经济利益低于汉人，或者是他们的就是处于劣势哈？您认为不是政府的？您认为跟政府的政策没有太大关系？我觉得，假如说这个维族可以同样的享受这个经济成长的好处我觉得政府也不会反对。那你怎么看戴博？我觉得中国政府这个发展的政策的目标，并不是让维吾尔族的经济收入低于汉族的。可是就是因为有文化、民族、历史的一些原因，这个是非常难以避免的。我自己的就是比较主观的看法，就是西藏也好，新疆也好，从中国政府自己的利益这个角度来分析的话，让汉族变为这些地区的多数人种，这可能是个错误。对，你这样做就是永远会有这些种族冲突。如果是真正的尊重藏族、维吾尔族，是真的要给他们自治权的话，可能应该比较严格的控制这个汉族的人口的总比例。对，要不然的话，藏族和新疆族他们没有经济的竞争力，就是像你说的一样。对。所以我想他们政府主要看是经济因素所以也有很多汉人呢，在中国其他地方，他们找工作，那边有工作，所以他们只看这个经济方面的因素，让他们跑到那边。我完全同意假如他们占多数的话，那就很值得怀疑，产生问题对。那刚才你们两位的观点就是说，维族人他们的经济利益落后于汉族人，这并不是中国政府的一个政策的目标。但是中国政府有没有做足够的努力，就是按照维族人来说，来改变现在这个现状？对。那么你觉得有哪些方面可以做，或者是可以提高的？哎呀，我也有一点不敢说。刚才 Robert 说这个也是可以限制这个汉族这个移民的汉族人口，汉族人口，这个很难做到，而且假如这样。
做的话，也会有人这个抱不平啊。那除了经济利益之外，比如说我们知道，其实维族人跟汉族一个很大的冲突是双方的这个宗教自由方面的一个冲突，就是说维族人他们是。比如说回教徒，那么他们跟汉族这种很多是无神论者，这中间的一个很大的，也是一个极大的文化差异。也是对很多汉人来说不觉得互相不信任，而且有点互相不尊重。我没有去过新疆，可是我住过北京、上海这些南京，我知道在那些城市。在我的印象当中，多数的汉族是对那些在场的一些维吾尔族有些恐惧感，害怕，说他们都是一个小偷啊，说他们会就是送你一个刀什么，他们会偷你的钱什么的。而且我也跟几个那个中国大学汉族的一些教授讨论了这些问题，其实他们也承认维吾尔族到这些沿海地区来，难以找到一个那个酒店的那个房间什么的，这些情况是非常普遍的，是受到歧视，互相的不信任。或者是互相的那个仇恨，这些情况也有。说大团结、大家庭不会改善这些问题的。对。好，我想再请史伯明先生您来评论一下，就是我们知道呢，就是在中国处理新疆的问题之后，那么国际社会有一些反应，比如说像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他就指责中国是进行种族清洗、种族屠杀。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像基地组织的分支机构也扬言要对中国的在北非的工人进行报复等等。那么也就是说呢，中国对新疆问题的处理在回教世界是有一些这个反应。那么您认为，就是说？首先，请您评论一下这些国家的反应。第二，就是说中国政府如何应对来自这些国家的这种比较激烈的这个反应。对，好像有各种不同的这个反应啊。土耳其的这个首相啊，好像他有时候讲话这个讲得很快啊，这个时候，所以这个因为我觉得不能说是什么种族灭绝什么这之类的。其他地方我想会有一点影响啊，因为这个穆斯林国家会看到这个中国政府的这个采取的办法，所以我觉得那是一个因素政府决定应该采取什么措施。譬如说星期二晚上啊，有很多汉族啊，不是他们想报复啊，这个星期天的这个发生的事情啊。那么据我所了解，这个警察在那边包围着他们，限制他们，不让他们去打这个催泪弹什么的。催泪弹，对了，所以他们采取很积极的一个。您也提到，就是说它是比较多元化的。那土耳其总理那个是显然是比较极端的一种反应。但是我们知道，比如像美国，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是比较克制的，这一次基本上没有太多批评的态度。那这个我想问，跟9·11以后，我们知道就是中国在反恐方面以反恐为理由，在对新疆的问题进行打压。那么尤其是对新疆的他们自己所说的这个恐怖活动或者恐怖组织进行打压。那么您认为这个在一定程度上是不是使新疆人在国际社会在对抗中国的方面和西藏人相比，他们得到的国际同情要少一些？您认为跟这个有没有关系？也许有关系。可是我觉得中国的政府的采取的措施这次也有一点不一样，所以我看这个反应有不一样。而且美国方面呢，西藏的事情发生以后啊，我们也很谨慎啊，就是说就谴责两边的这个暴力啊，我们非常谨慎的这个，并不是说每一个哪一方面是比较错误的。所以这次也是一样的。但是维族人普遍是认为中国是把这个恐怖活动或者疆独，所谓疆独是作为一个理由来对新疆人进行打压。那么戴博，你有没有？这个据我所知道的是没有什么根据的。后来那个基督，你说新疆人说的没有根据，还是说中国说疆独在新疆？我说好像据我所知道的那个新疆的，就是那个所谓的那个起义事件，是跟那个有组织性的那个恐怖主义的那个组织是没有关系的。我到现在为止我不信。我不信。你说那个新疆跟那个西藏这些情况是不太一样啊。首先，那个新疆没有一个像那个达赖喇嘛在那个国际舞台上有那么大的影响力的一个代表。同时的话，新疆作为一个区，或者我们说作为一个国家的历史跟西藏的也不太一样。新疆从文化、民族历史方面，很多那个西方的那些观察人士都觉得是有一定的理由说应该是个独立的国家。新疆的情况也不完全一样。这个原来是沙漠和绿洲
从来没有过那个国家的那种地位，所以在很多美国人的这个心目当中，他们对维吾尔族有兴趣，可是很缺乏了解，而且这个情况是搞不清的。好，在这最后还有3分钟时间，请你们两位各回答一个问题。那么史伯明先生，我想问的问题就是说呢，在中国今天我们知道，除了这个，比如说像新疆维吾尔人和汉人的这个冲突以外，中国社会有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不管是出于经济的利益冲突，还是政治的利益冲突，那么这个矛盾可以说是此起彼伏。那么中国呢，虽然现在有很强大的公安武警力量来把这些灭火一触就灭下去，但是它政府总是处于一个守势。那么我想问你，你认为要解决中国这些此起彼伏的社会矛盾、政治矛盾、经济矛盾，你认为中国政府有哪些方面您觉得是最应该做的，来从根本上来减少这种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第一，我觉得从根本解决不太可能。一定会有的，一定会有的。但是没有美国那么多，中国的矛盾，对，那就是说我们还是有，所以这个，而且经济发展的这么快啊，一定会加深这些问题，各种问题。我想，我也不能说中国政府应该这个样子或者那个样子，可是一般的来说，它应该保持弹性，而且碰到一个问题，应该好好研究。怎么样这个对付这个问题？所以少数民族是一样的。我觉得他们这个镇压这个主流的这个政治，实在应该重新考虑，对，反思一下，对，反思一下。所以我觉得，所以有这么一个原则，他们应该采取。具体说应该怎么样，这很困难。好，戴博，最后一个问题问你，就是说，我们知道中国在处理不管是西藏骚乱还是新疆骚乱的时候，一般在对付外界批评的时候，都会说不要干涉中国的内政这个话哈。那我想问一下，在全球化和这个新兴媒体兴起的今天，还仅仅说不要干涉中国内政，你觉得这种话是不是显得过时了？中国面临的那个难题跟美国面临的难题一样，作为一个大国。在那个经济媒体全球化当中，没有任何纯粹的内政，根本没有。你在国内做什么，都是跟你的国外的软实力或者公共关系有直接联系的。所以你不能进行那个自我封闭。现在没有纯粹的内政，不存在，没有这个事儿。那他说你不要来批评我，你不要管我。那他说我从政策层面来说，你不要干涉。其实没有人管中国。我们都知道没有这个能力，可是批评他、观察他，要这样，我们肯定会这样做。对，好，各位听众和观众。